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昨是清明，这段时间就真侪人去爬蒙地纸。但是照咱台湾传统信仰，就会准备金香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节，读子要节第4条。读节这是读鼻音，节就是丁蜡做的，用来照明，咱讲是蜡节。若插蜡节的器具，咱讲是节台。大部分拢是用铜或者是锡做的。有一个较特别的用法，英国咱讲电火轨瓦，会讲是轨节。比如讲现代 LED 电火球啊，较细粒的有2节到5节，可能客厅较大粒的是10节到15节。这里文音读做节，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就是金香节，意思就是纸钱、香甲蜡节。第2个词就是节台。咱拄则讲到插蜡节的器具，大部分拢是用铜或者是锡做的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甲做伙。比如讲，清明爬蒙地纸，准备金香节，唔若拜公妈，嘛爱拜后土。节台插蜡节，感谢土地公伯爷照顾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节，这是读鼻音；另外母音读做节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